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号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花莲漳落大水后，水泵线造成苏花公路佮铁路中段经过透明抢修，早起代替东港线已经恢复通车。昨一对白仔囝伫花莲万影乡赛车过溪，因为溪水串流，并且昨暗找到爸爸的遗体，早起2岁后生也找到了。高本地律师团伫晚岛发出声明，表示讲高本地无要提出控告，请检察官伫2个月期内完成调查。来看花莲漳下晡落大水后，水泵线造成苏花公路佮铁路中段公路总局佮代替透明抢修，伫昨暗7点外抢通路，今仔早起恢复东港线的通车，苏花公路是继续维持管制开放。车经过苏花公路中铁段了后，向北到惠德磅空北边口拢有路桥崩塌，为162.9公里到164.5公里，四个人看到大量土石为山壁冲落来，工程人员已经清出单线道路，车经过时阵是真危险。162.9在昨天晚上我们就已经全部都清理完毕。163.9的部分目前还在清除，但是可以维持双向通行。那164.5这边目前还是单线双向。那我们已经加派机具跟那个卡车，目前在清运土方，在加速清理中。那预计是在明天下午5点，我们可以有望开放那个双向跟夜间通行。雷光节开放时间上报，早起6点外，真侪车拢赶紧通过在海路段。8点了后，各管制要到中昼12点才会个开放。无通过民众拢真无奈。现在过不去怎么办？都等啊，等时间啊，还好。那像苏花公路每次遇大雨就瘫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麻烦？天灾啊，对啊，就是这样，麻烦啊，对。代替实际早起6点抢通东港线，真侪人拢去花莲火车头坐火车上北，自强号也开放客票。该中段路线经相关单位派员抢修，于6点05分办理路线试运转，相关路线电车线及电力设备测试结果良好，即时起准予启用。我每趟车开放站票的部分，大概增加120个车位。大概会提升2成的运量。姚路溪反应站已经订南回线车票，想要转坐高铁上北，即马想要摕南回线车票，改坐北回线所必收2成手续费。2成的手续费合理吗？就我们是希望说赶快回到台北，因为也有工作上的需求，对，所以就没关系。对退票问题，代替表示有建议对民众上公平方式。不过苏花公路甲北回线中铁段，伫0403地震了后，拄着大雨就崩塌，已经对旅客造成未小心理压力。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漳落大水后，万影乡李子山产业道路溪水涨起来，有一群人计共是8台车21人伫附近的佚佗，其中有1台车要过溪是冰车，车顶的爸爸甲2岁后生河水冲去失踪，爸爸的遗体昨暗10点找到了，后生的遗体伫今仔早起嘛找到了。搜救队员集合，分6批出动50个人，沿溪边往出海口的方向搜查。因接到民众报案，有1台义母伫过溪的时阵并去，车顶一对白仔囝下落不明。亲戚朋友伫人面册铺文，失去联络的这对白仔囝，查甫囡仔才2岁，车白下午5点，伫花莲青松溪冰车，2个人拢去水流去。加上车到早起嘛真着急去到现场，是好甲死立随。失踪的这对白仔囝，老爸今年31岁，车白暗10点找到伊的遗体。搜救队持续搜查，伫车到早起10点外，伫发电厂水闸门的所在，发现这个2岁细汉囡仔的遗体。那家属在附近的就是产业道路上有发现，就是那个水闸门那边疑似有那个身影所以我们救难人员马上前来将孩童就是拉起，发现的位置离他父亲的定位点大约300公尺左右。代志发生伫花莲万影乡的二子山，同齐去的还有另外7台车。因为车白下晡汹落大雨，村内19个人要调伫遐。经过同机构的协助，车到饭店过12点半，全部拢救出来。下午下大雨要看天有暗，即使是下午天快暗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因为它会溪水暴涨。对，这一段溪水暴涨的时候，水会很急哦。根据初步的了解，这个调伫遐的21个人，拢是路沿寮溪的同伴。不过，这个佚佗拄着上大雨，甚至造成悲剧。要若详细事故的原因，也会等待调查了后厘清。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未来一礼拜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天气拢无介稳定。佮加上目前太平洋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虽然结做风台的几率无大，也毋过拜五、拜六挖进台湾，到时阵哦，台湾卖落大雨。日头有够大，真侪民众行伫路里是哪行哪美日头。毋过，这种小热的好天就要结束啊！气象署表示，未来一礼拜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天气拢真无稳定，提醒民众过昼了后要注意西北风，也是短时间闪大雨的状况。每一天下午可能都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到了礼拜三，低压会逐渐的远离，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情为主。礼拜四、礼拜五，东边的水汽会再度的移入。今仔未来是不是还有风台形成？气象署表示，目前太平洋的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预估拜五、拜六会上接近台湾，到时阵会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雨势。不过要形成风台的几率是无大。我们目前还是认为它要发展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哦。不过我们还是不排除，所以未来这一个低压系统，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天气在周末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天气，可能会稍微再转差一些些。气象署提醒，拜一中南部地区过昼了后，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闪大雨、强降雨的状况，提醒中南部的民众要注意水沟啊、敢有通排水的状况，嘛要留意海边啊有大涌发生，提醒民众唔通挖进海边啊，避免危险发生。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民众党昨暗全国开讲哦，小天因为金华城案风机啊，紧跟的党主席郭文德牵手陈培基落尾一个重大演讲，伊后天表示讲，郭文德完全无了解金华城案，伊那是前副市长裴正兴等的。另外，伫遐中昼哦，郭文德律师团是发出声明，表示讲，郭文德无要提出控告，请检察官伫2个月羁押期内调查完成，郭文德卖配合调查。今天台湾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深深的感受到，台湾社会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司法的程序缺乏了正义。民众党伫头一场全国宣讲，佮说出一段郭文德初五去北检进前侮辱予支持者的话，主办单位发出有我2万的支持者声援封羁押的郭文德。郭文德的小妹郭美兰甲家后陈培基最后登场，陈培基后天的强调。金华城案，郭文德唔知影情形，而且市长的家长是由专案经纪人，也都是前副市长裴金星替伊提。金华城的最后的决定是他指派的专案经纪人同意的，那帮他盖的市长的假章，结果我的先生被铐手铐送到那个土城看守所，请问他犯了什么图利罪？我不评。我一定要帮他一起讨回这个公道。好像把柯文哲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但请陈佩琪不要忘记了，你老公是当了2届台北市长的人，他盖过的章必须要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民进党北市议员批评陈培基的讲法，避重就轻，转移焦点。郭文德收押进入第5日，离控告申请12个期限进入倒打算。各界关注律师团敢是会提出控告。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调查人吴国昌说讲话有保留。要不要提抗告这件事情，律师可以给建议，但无论如何，这个是当事人他自己的决定。我即使知道，我也不能说。我相信在适当的时候，他会透过适当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吴国昌指出，过去确实甲郭文德表明唔管党务，不过今麦党面临挑战，家己无可能结外挂。佮一摆表示，党中央无讨论要选出代理党主席，相信目前应变小组会当应付各种状况。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县议长洪英典向指控讲，要求议会员工甲伊摒出来，用公有地去招待所，有议员提案罢免。今仔早起投票，也毋过只有8个议员出席来人签到，人数无够流会，罢免案无成立无。依照规定，伫即届议长的任期，未当搁再提出罢免咯。洪英典嘛顺利度过即届的罢免危机。
金门县议员陆续行一笔技术厅签名。金门县议会初9早起9点半，针对国民党籍议长洪文典进行罢免投票，照规定，爱议员总额超过半数出席，甲出席总人数2/3同意罢免才能过关。不过最后19席议员只有8人出席，6人完成签读，技术性流会，罢免案未成立。签名簿上只有6位所以因为未达那个我们法定的开会人数的实席，所以我们就宣布流会。回顾洪文典争议事件，今年6月，伊被指控要求议会员工到违建的个人交代所摒扫，影片伫网络流传。不过，县议员蔡水游就主计质询这案件时阵，所发生议会直播的画面登记，涉嫌要求议会员工开公务车接送洪太太，涉嫌威胁禁止开除员工，被控违法技术中立，甲洪太太涉嫌干预会部运作等等。好像他们都已经弄好了，我不知道，我没被瞧，所以我签名。但是罢免案我们是事出有因的尊重每个议员的选择，只有是非，没有对错。包含欧阳吉雄、周子健、蔡水游、吴培云、洪胜发、柯玉昭等6个议员完成签读，柯大鸿超时签名，董新宝人教无签名。照地方制度法，这一届议长任期内免阁对洪文典提罢免，因讲是洪文典夺过罢免的危机。两方应该找个时间，或许坐下来沟通协调一下，就是说以后议事要怎么运作会比较顺畅。洪文典是金门史上唯一的联邦议长，也是台湾地方制度法实施以来第一位被发起罢免成案的议长。不过，洪文典自2019年盗办行为，要伫基隆河公园起新基正大楼的证据，后政议员单从刚发起罢免洪文典议员身份的人数，后来因为议会删除这个预算，才撤回这个罢免案。记者综合报道。龙潭水利署中华管理处方表讲，今年6月举办的水利小组联席会议开80多请人，外界质疑讲这亲像是白跳啊卡经费嘛无照规定并预算核销，使用小组长的经费嘛无合规定。不过管理处是强调讲一切拢合法。众人伫餐厅内底咧食到，逐道都坐甲甜。这是农水署中华管理处伫今年6月举办庆祝水利节甲小组长联席会议。也毋过有人说亚康讲，迄当阵来真侪地方的大角色，也佮有正常名流，那亲像是咧顾条仔卡。迄当阵参与的人是出面化缘往。龙田水利管理处甲咱乡镇来讲嘛，做密切，因为咱一寡农路排水沟集水沟这嘛，真正是爱拜托水利部门甲咱协助咧处理。这是一个例行的这个活动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表扬这个水利有关人员。我想迄个部分应该是属于真正常的一个公务活动。亚康的人指出，迄天来15台游览车载小组长甲干部来到遮食到，所经的餐厅嘛无介绍。迄天一道8000块，开80地，餐费就要64万，佮加上游览车甲舞台的布置，经费差不多要83万。这笔钱照规定需要编预算，照科目来执行，也毋过实际上煞是用小组长的经费，无符合规定。农水署中华管理处也提出记录报告，强调迄天拢有照厅书开会。那我们前面有将近2个小时的部分是在进行所谓的业务宣导跟小组联席会议，这个才是这个活动最大的一个主轴并不是餐叙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用吃吃喝喝来说我们同仁这样，其实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农水署中华管理处表示，迄天经费所用的科目拢是分别照预算的科目来付，场地嘛有经过合法的招标。也那农业部是透过声明表示，针对经费是安怎开会进行了解，确认敢有符合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79届的联合国大会，明仔载伫美国纽约起股，有民间团体讲，中国错误解释联合国大会第275号的决议，主张讲中国有台湾的主权，因今年会搁写公开批予联合国的秘书长，要求爱针对275号的决议来举办听证会，嘛呼吁国际社会就爱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UN for Taiwan。第79届联合国大会初10日伫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机，民间团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逐年拢会组成 UN 宣达团，诉求台湾加入联合国。今年协进会写批予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召开针对联合国大会275号决议的讨论听证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到美国传播
2758法案这个 resolution 和台湾无关的，台湾应该要加入联合国。这是主要的目的。协进会表示，中国长期错误解读2708号决议，主张中国有台湾的主权。但是协进会讲，2708号决议并无讲到台湾，也无决定台湾的定位。因除了要求联合国召开听证会，也希望台湾各部会要有行动。联合国正式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呢，能够正式的由外交部的部长韩明写信给所有的联合国的成员跟他们的观察员，表达我们台湾人民支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朝野的共同声明说，台湾人民，我们代表台湾最高的民意立法院，希望台湾人民能够加入联合国。UN 宣达团拜四就会出发前往美国，除了会针对2708号决议召开记者会、举办游行，也会参美国前国务卿 Pompeo， 还有其他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参加论坛讨论，提悬台湾伫国际社会甲联合国的连结度。记者讲张俊由台北报道。因为美国上新的非农业新增加的就业人数数字无理想，造成顶礼拜五美国股市大落，嘛影响到台湾股市。今仔早起盘中嘛大落超过500点，但这阵是落破900块。有经济学者是分析讲，外界对下半年美国经济佮有人工智慧的产业有疑虑，台股嘛恐惊会受到影响。台股初九开盘重盘，大达300点到21717点，盘中大个幅度扩大超过500点。但这阵股价开盘跳空到892块，期待求追6742亿。分析师指出，受美国公布上新非农业就业人数不如预期的影响，美国初六重盘受压，市场信心无够，牵连台股的表现。上周五呢，美股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外资它会被动调节在海外的一个投资部位啊，那这其中呢，当然就包含台股。那调节的对象一定是全值型的股票。分析师认为，市场观望气氛真高，有股第二之内，大盘指数拢会来回修正，爱观察是不是守住21000点。经济学者是分析，美国上新就业数据显示，下半年经济落车，因有了家庭支出缩减，会影响消费，对咱的出口表现也是一大利空。最糟糕的情况未必已经出现了哈，就是因为下半年美国经济如果不好的话，那在消费端对各种 AI 产品的这个需求有可能会下降，那这个会进一步影响到这些相关企业他们的营收跟获利啦。学者认为 AI 最破坏稳休，美国消费市场无力，会是未来台股两大变数甲稳休。在去联准会降利息的幅度，也会牵动股市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花东旅游自由行的补助方案花莲县延长到11月份，台东县只到9月底。目前台东县计用1亿5000万的旅游补助，只使用4成尔。所有业者推出讲，台东在地民众住房只要1000块的补助方案，也毋过引起争议哦。县政府是表示讲，这款做法无违反规定。交通部补助台东县旅游住宿每房1000，也毋过台东县的观光业者感受到，也是比往年的业绩落得一半。而且台东县的观光补助只到9月底为止。即马有2间饭店业者推出台东人也会当使用旅游补助的促销方案。拜一到拜四2个人住宿每人开免1000，而且包括早饭，甚至有1间饭店连暗顿拢提供。有民众认为真有吸引力，也毋过也有民众认为毋是假日袂去。非常的划算，我们家人就是有呼朋唤友，就是订了好几间这样子。小孩子就只有周末才有休假，你推到1到4，家长不可能放小孩子自己在家。有关业指期这种做法有损政府补助的好意，也毋过县府表示业者的做法目前无违反规定。这叫做杀鸡取卵。那目前台东使用的额度大概到4成，那所以辖内的饭店业者也针对这样的状况，针对于还没有使用过补助方案的旅客们，推出了特惠的方案。补助是到9月底嘛，那目前不知道是否要继续再做延长。好，那我们的主要目的也是刺激大家多多出来消费。
业者澄清这项做法符合规范，希望互偏向台东民众免到外县市，都会当享受到都市大饭店的旅游服务。不过也是希望中央对台东的补助，会当甲花莲赶快延长到11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刑事局接到台北关务署的通报，查到有以食品进口的包裹，查验后发现讲内底有5克的巧克力，有藏毒品海洛因。警方伫南投台中汤圆抓到来的嫌犯，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该印毒集团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将那个毒品海洛因特地加工包装成巧克力糖果，让人从外表包装无法辨识，借此走私来台贩售牟利。而女性主嫌为躲避警方查缉，还设下层层的断点，在最后接取毒品包裹后。竟还驾车上演亡命快递，一路飞车逃窜。专小组全力追缉到南投竹山浊水溪堤防旁的产业道路，在查缉安全较无顾虑下，立即发动拦截围捕，顺利将吕贤及车上的2名共犯查缉到案。一个犀利的嫌犯为着被警察伫产业道路甲警察驾车，嫌犯落尾就互警方抓起来了。警方是表示讲，这个卖毒的集团甲毒品海洛因加工包装做榴莲巧克力，对马来西亚寄来台湾。刑事局伫4月份发现了后，就伫南投、台中、桃园等所在抓到来嫌犯，马警拢甲因移送法办咯。再来看2当前台南市外送员相关的条例实施了后，把处罚4间的平台业者计共177万的罚款，其中富胖达无提供外送员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机车第三人的责任保险，罚款6万块。业者不好提起行政诉讼，嘛歹赢也毋过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会阁上诉。骑奥多麦弄来弄去，外送员口风拍里买注意交通安全。台南市2当前定驻地条例，要求外送平台业者应该自费替外送员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甲奥多麦第三人责任险，才会人身财产保险。无定期查封了后，罚4间外送平台业者拢总177万，其中副平台罚款6万，提行政诉讼胜诉。因为那个地方制度法第18条第5款所称的只限于那个相关的劳工行政事项，但本件并不属于劳工行政事项的部分。应该是要加强我们对外送员的一些意外的保障，而不是说用说什么强制险的这块部分去做什么补偿。我是觉得是没有必要的。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认定讲，保险规定不是地方的自治事项，市府的处罚无凭据，提销处分。外送平台目前无回应，不过市府强调讲，自治条例已经上中央核定通过，有法律的凭据会上诉到底。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已经经过行政院的一个核准，也就是中央已经核定了我们的一个自治条例，它应该不是说中央。没有考虑到这一块，凸显了各地方外送自治条例无法有效规范外送平台，因此我们支持台南市政府提起上诉，并且呼吁中央尽速通过外送专法。高雄同款有实施相关的条例，要求爱替外送员投保，不过无包含汽车强制险甲第三人责任险。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是支持台南市府上诉，嘛呼吁中央赶紧通过外送专法来保障外送员的权益。记者高雄台南报道。中秋要到咯，台北市卫生局今仔公布中秋食品抽验的结果有7件产品无合格，包括一寡正出名的饼店，卫生局会依法来处罚。这间伫台北市北投连锁的胖店，米国烘焙坊北投的店面，去卫生局稽查发现讲，因店面咧卖粿饼、火鸡蚵仔，去用验到违规掺防腐剂、记忆稀酸。已经要求爱随落市，袂当阁卖。我们的芋头馅也是跟厂商进货，那这部分我们有跟厂商求证，那我们现在呢也送去检验，然后目前的芋头馅是全数下架。如果长期过量使用的话呢，就会损害到我们的肝肾的一个功能，那也可能会让食欲变差，影响健康。即马中秋就要到啊，市面上的月饼是800款，不过月饼是高油脂、高热量、甲高糖分的食品，千万都唔通食了过多。营养师提醒，那以一粒50公克的内筋酥来讲，都有240大卡的热量，等于是半碗饭甲3汤匙的油。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月饼一天上济敢来当食一粒，而且袂当当做正饭来食。
糖尿病病友呢，中秋节期间建议的月饼分量，希望一天不要超过1颗为主。那至于有很多种口味，你同时想要做选择怎么办？会建议你把它切小块，跟你的亲朋好友做一个分享。另外，卫生局嘛公布5件标示无合格的产品，包括无照规定，甲成分为上济到上少来标示，或者是无标示食品的过敏原、保存的日期等等。其中真出名的店是乌堂，甲会向银行来所等等，拢去用查到违规，会依法罚3万至3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亚洲上强的风台摩羯扫过中国海南岛到菲律宾，继续往西影响越南，嘛伫越南造成严重的灾情。摩羯扫过下龙湾、海丰市甲河内市，造成停电、通讯嘛中断，4个拢淹水，嘛已经造成至少20个人死亡，200个人受伤。狂风大雨侵袭了后，停伫岸边的船只拢做一堆，有的已经是半沉的状态。船头家赶来抢救，也会当用的器材，路边的厝也雨风吹甲规个壁倒去，缀着停伫内底机车顶。今年亚洲上强烈的风台摩羯，伫中国海南岛甲菲律宾侵袭了後，往西直接往越南去，受影響嘅下龍灣災害慘重。Cảm nhận là một đợt bão to nhất từ trước đến nay khi đến Hạ Long. Nhà hàng thì phải chịu thiệt hại như là dụng hết các biển tên nhà hàng. 摩羯省段北越地區位於下龍灣到海豐市河內市，經過15點鐘的狂風大雨，然後加上沙巴市發生山崩，土石流帶掉4間厝，造成至少6個人死亡。越南海防大上會表示，當地停電佮失去通訊，市區真濟所在路樹起倒，還是連根攏辦起來，有一寡所在積水攏壓不提。Khu vực xung quanh này thì em nghĩ là nó tổn thất của người dân quá nặng nề, bay tất cả mái nước bay hết, trần sập hết. Mà nếu mà khắc phục được cũng phải tầm 3-4 năm, bởi vì là nó thiệt hại quá lớn. Anh nhìn lên đường xá trông như ngày tận thế vậy. 摩羯是越南最近30年來所拄到上強風台，當地死亡人數繼續升懸，也有超過200人受傷。隨着風台向西掃動，雖然已經減弱咗，就帶上加氣壓，也毋過當地遊園面臨大水加水崩山風險。廣視新聞地會林朋友。來看連接約旦河西岸甲約旦的阿倫比關卡附近的一座橋，昨有一個約旦的查甫人開槍彈死3個以色列民眾，兇手嘛互槍彈死，這嘛造成往來的關卡攏暫時關起來。約旦當局是認為這是個人的行為，也毋過嘛有一寡約旦的民眾是認為，這兇手是為着以下衝突為巴勒斯坦的人來出一口氣，嘛將8個人佇首都安曼街頭來慶祝。約旦縣以色列情緒正懸，安曼大路頂有人分典的示威特別慶祝，佫是以色列國旗，侮辱約旦天空軍人馬赫賈奇的英勇行為。以色列官員講，吹背佇咧連接約旦河西岸甲約旦的阿倫比關卡，有人叫做河聖國王橋附近，慶祝馬赫賈奇自約旦這邊向以色列安全部隊開槍，幾多位50幾歲以色列查甫人死亡。軍方表示，死者攏是平民。慶祝假期當場被拍死。فكان قدامنا باص وهي الشاحنة تحت المنفذ، نزل المنفذ وأدى العملية طبعا الحمد لله احنا ما وصلناش للمسافرين كانوا بدهم ينزلوا。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譴責慶祝，也甲這件代志甲伊朗抑個伊盟友相關組織，包括哈馬斯甲黎巴嫩真主黨提出會講。אנחנו מוקפים באידיאולוגיה רצחנית שמובלת על ידי ציר הרשע של איראן。河聖國王橋主要是和巴勒斯坦人甲遊客過。戰前正少發生安全問題。根據約旦個人媒體報道，正持迄人準時再回去西岸。內政部表示，初步調查這件代志是個人的行為。約旦甲以色列伫1994年簽和平條約，不過有真濟巴勒斯坦人的約旦，不批評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政策。伫以下衝突發生了後，亦個發生民眾抗議以色列的事件。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輯。針對委內瑞拉7月總統大選的結果，提出質疑的反對派總統候選人貢薩雷茲當局發出通知無，怎麼傳出講，伊個人已經坐西班牙的軍機離開委內瑞拉了，西班牙政府會提供伊政治庇護。
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公萨雷兹查某囝卡罗莱纳车被法人看到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郊区任瑞荣爱多兹空军基地赛车离开，最后向一名支持者下手，这名支持者认为现任总统马杜罗是独裁者。西班牙外交部了后发声明证实公萨雷兹佮太太在进前到登到基地。Quería informarles que hoy en horas de la mañana llegué a Madrid. Mi salida de Caracas estuvo rodeada de episodios de presiones, coacciones y amenazas de no permitir mi salida. 75岁公萨雷兹这月总统大选挑战马杜罗，对选举结果提出意见，讲家己才是合法的赢人。为国检反对发通缉，已经在国内避1个月，伊阁向西班牙寻求政治庇护核准。委内瑞拉检察总长萨博表示，为确保政治和平，公萨雷兹自愿去西班牙驻卡拉卡斯大使馆寻求庇护。不过西班牙外交部表示，无甲委内瑞拉政府就安尼接触，会提供公萨雷兹的庇护是因为马德里当局低调守护委内瑞拉人的政治权利。Los gobiernos de España y Venezuela acordaron que significó su despedida, ¿no? En la pista del aeropuerto de Maiquetía, aquí en Caracas, y lágrimas a espectadores inocentes. Que tuvo una actriz secundaria que hizo el papel de villana. 公萨雷兹是接替政府任期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上任。马查多捌向93%得票率赢初选，不过遭到法院以贪腐罪名禁止担任公职15年。这摆大选反对派表示有证据显示，公萨雷兹赢67%的选票，不过委内瑞拉选举机关表示系统遭网络攻击，无法度提供大选结果详细数字。观察家表示，无证据显示发生过同款的攻击。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国内消息来看，为着要达成零碳排的目标，传出内政部按算要伫国家公园的建筑物设太阳能发电哦。环保团体是指出讲，国家公园的建物要设光电板哦，都要考虑到生态。国家公园署是表示讲，目前各个评估会来考虑到环境、生态甲景观。光电板种电的议题，因为背后牵涉真大利益甲真复杂的社会关系，一直引起讨论。为达成净零排放的目标，内政部加大建筑净零力头，传出要伫国家公园建物或者是停车场加入触电供电，引起讨论。适合做光电的地方，我们才会做光电，因为光电我们还要考虑到它环境跟景观还生态的一个因素。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强调，目前还在评估阶段，会以环境生态甲景观做重要考虑，无可能影响生态发展，可强行进行。用电量比较高的企业，它除了自己本身尽可能去做制程上的节能之外，可能也要自己去发展一些再生能源，然后不完全是全部都是由政府来扛。石化钢铁在过去的这40年、50年，它在台湾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曾几何时，这些其实已经都不符合台湾了。如果重新检讨完了以后，台湾其实可能绿电就不需要那么多了。款团是认为 AI 或者是半导体用电需求扩大，政府未应将 AI 或者是半导体扩张需求当作是规避净零责任的借口。国家公园建物设光电板，当然爱顾虑生态。可以肯定啊，但是当然也要考虑到生态的评估，要去盘点，这个当然是一个应该努力的方向。屋顶重电还是需要强化，包括政府的公共建筑都需要再强化。长期研究缺电风险的学者认为，先用国家公园建物设光电板，然后顾虑到生态加景观，就会用做。不过也建议公共建筑伫节能能源要搁强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的斗六火车头附近哦，规年冬天拢有奥多摆违规停车，嘛有店家占用道路。警方甲斗六市公所合作加强处理，要求六个所在都要限期改善哦。其中有2件无改善，店家罚款1200块。清洁队甲路闸搬上车，边仔有违规停车的奥多摆也互警察拖去。为着要互斗六火车头附近的车路人行道更较安全，斗六分局甲公所的清洁队配合，针对火车头附近列违法占用车路的状况。经常有车辆违规停放于马路及人行道，影响人车通行。本分局配合警察局交通队，将火车站周边道路及人行道列入重点执法拖吊区域。其实我觉得过不了多久之后，那些机车违停都会回来。
我觉得它真正的问题应该是缺一些停车位吧。警方表示，毋但乌多摆违规停车，即届针对徛街或者是店头周围车路稽查，发现有袂少民众为着方便停车，用路闸、盆栽等杂物，长时间违法占用车路。共劝导改善7件，另外执行清除相关路障有6件。那警方平时获报有4类情形，派出所员警均会立即前往执行劝导及举发。本年度已执行轻道专案9次。警方强调，即届有2件进前防检举用路闸等物件占用车路的店头，捌甲要求限期改善，煞无改善。当场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罚清字，呼吁民众避免占用人行道，互过路人会当安全通行。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大埔的粪扫转运站是真臭，地方是真反弹。市政府最近按什么伫花雅科金园区来设新式的粪扫转运站，也毋过外界是认为效果应该是无讲介大。环保局是指出讲有必要新设粪扫转运站未来会用负压的方式来防止臭味，嘛会有污染防治的设施。桃园龟山区大埔粪扫转运站长久以来传出臭味，引起地方的反弹。市长张善政答应讲，以年底退场为目标。环保局规划伫花雅科技园区设置新的程度式的转运站，采负压密闭式来运作，改善臭味会传出去的问题。11月份发包，明年3月会完工。不过，这个做法防治义工本质并无改变。当然更不好啊，因为它是人口聚集的地方，不适合。就是它整个仓储的计划要很完善嘛。我们龟山人的立场是不要垃圾转运站，只要增加清洁人员，还有垃圾车，以及重新调整清运路线，就可以达到垃圾收完直接进焚化炉。针对议员的质疑，环保局回应讲，龟山若无设置粪扫的转运站，民众等粪扫车的时间平均会慢50分钟。暗时17条清运的路线，会有一半的路线收粪扫结束的时间超过暗时9点45分，百民会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积极在规划以仓储加负压跟有增加这些空污及水污防治措施的方式，希望能够改善民众所常诟病的这些问题。环保局表示，在焚化炉改善完成了后，就会先降低大埔粪扫转运站的转运量，会先以粪扫莫放过暝来运用。未来新的转运站除了会为室外改造程度密闭处理的模式，嘛会设置完整防治污染的设施，增加清洁队员甲粪扫车的数量，嘛会持续甲地方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咱讲田头田尾土地公，白讲是咱台湾在地守护神哦。桃园逐当拢会来办土地公民俗艺术节，今年计共是有203尊的土地公，上远是对马来西亚来参加哦，希望做伙把这特殊的文化传落去。九份的福山宫将这古尊土地公神尊请来桃园土地公民俗艺术节，来甲台湾各地甚至有马来西亚，总共有203尊的土地公神尊做交流。这古尊就是阮福山宫比较有代表性的，福山宫的神尊，所以讲阮派因出来参与这个活动。今年已经17年啊，一年比一年更较侪尊。那么今年上侪已经有203尊的土地公来参加。上特别的是，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土地公庙来参与活动。庙方讲一定连续2档，用行路的方式来甲台湾各地土地公庙做交流。除了分享地方的土地公庙历史，伊嘛用福建话来甲台湾台语做交流。阮旧年是5月份啦，5月，阮有来台南啦。今年就是9月，阮就去中部，本是行了10几间的这个暗庙啦。现场嘛有跋杯活动，去满满的大小朋友来参与，实在真热闹。主办单位讲，只要信杯，就送你一粒土地公伯加持过面桃。真侪民众拢希望会当得到面桃来食甜甜保平安。伊嘛希望大家会当斗阵将土地公伯的精神文化流传落去。记者陈阿双、柯敏哲特别报道。中华的社头大约是种200公顷的营养会当直接食哦，嘛会当家烘做营养干。社头的营养干嘛是真出名的地方特产哦，咱做伙来看卖。天气遮热，农民伫杯灶边无用冰杯，
即阵当时灵应采收的时阵，中华社头乡到农民顺古法，用大灶下灵应茶焙灵应，但是因为搞工搁忝头，即阵已经愈来愈少人用大灶焙灵应咯。伊这上无爱2暝3工，吼，过来就是过来一礼拜，经过一礼拜了后，才搁焙1暝1工，有吐水去。一寡老一辈已经拢退休啊，无人做啊，即摆就是换阮第2代、第3代咧做安尼。想要甲这老一辈的方法甲留落来，消费者会使搁食会到这古早的气味安尼。社头乡是中华灵应栽种面积上大乡镇，大约有200公顷。但是今年2月天气反常，连咪寒、连咪热，造成灵应无开花，影响结果率，甲去年比收成大概减7-8成。家的灵应哈，就是因为每一年的产季都不一样，像去年就是大丰收，今年就是因为气候的影响，所以就是产量的就是不到了2成，会鼓励农民啊下去做烘焙，就是焙灵应哈，增加咱的保存的期限。农会表示，灵应收成的时间集中，真鼓励农民落去焙灵应，焙好的灵应肉唔但放较久，绩效嘛较悬，会当增加农民收益，嘛正做地方农产的特色。但是今年产量少，产期提早半个月结束，焙灵应即阵也已经进入尾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这年热的天气哦，农作物嘛会惊热。伫屏东的高树有一个种温室几啊年的农民哦，热人的时，伊会加压水来保持通风，甲几啊年降温哦。伊讲安尼，才袂去影响到品质甲产量。日头照入来，一丛搁一丛的鸡仔年看起来是真清脆。伫屏东高树乡的这个望色的鸡仔园，是农友苦受全地的照顾，已经甲阴产的频率。提供土巴水分，阁有好的通风方式，互几啊年伫烧热天气嘛会当较凉咧。阮这沙期较重水，啥物拢爱水。望色的真是含无望色差介济啦，伊个性袂定，较好管理啦。药的成本也较少啦。高树乡伫屏东的上北边，大多数的土地拢是平洋，佮加上是水源保护区，所以才有种真侪种果子、菜色。若像几啊年即款的地基作物，规年透天拢会当种，尤其是热人，生长速度紧，产量是愈侪。小黄瓜吼，温度啊吼较热的时阵伊生长的时间啊吼较紧。因为伊这是算短期作物啦，短期作物差不多33天就能采收啊，所以讲按农民啊吼，除了种水果以外吼，嘛会使种小黄瓜。农友表示，望色种植除了会当减少害虫，降低农药的成本，种出来几啊年食起来嘛较脆，是真侪消费者的选择。若即马天气遮热，毋管是要炒来食，也是做冷的菜咸，拢真适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公司台语台哦，上灯会秀的节目《专家有智慧》是非常受到观众的介意。今年嘛已经做第7季咯，宣布讲新一季的节目推出全新的比赛规则，总决赛冠军的奖金嘛提悬到100万的新台票。他摕到这100万就是无简单的呢，是爱过3关，过3关，嘿，过3关了，你才通啊，复赛、决赛，嘿，这3关了，你才通啊摕到这100万。专家有智慧哦，是台语台上受到欢迎的节目之一，嘛是真侪家庭哦会做伙收看的节目。9月初8日开始哦，新一季的节目总决赛冠军的头名奖金是提悬到100万哦。主持人讲哦，无一定都爱是台语专家才有机会摕到冠军，只要对母语有心哦，拢有机会当拼到100万的奖金。甲参加非洲困难240公里超马赛各个好手斗阵做伙走，台湾极地超马运动员陈彦甫伫5天的比赛内底，毋但爱面对多变的气候、要真悬多元地形真考验，尤其是真这对抗马拉利亚有了后，无多困胃肠无爽快，互伊感觉真艰苦。到了肯亚之后，我继续吃还是很不舒服，没办法睡，所以比赛其实前1-2天其实影响蛮大，但是到后面他们好像也发现我体力慢慢的退下来之后，他们才开始一直疯狂的在追赶，所以这次比赛其实蛮辛苦的。虽然地形真惊无好走，袂少路段也用爬，因为比赛经过保护区，袂少野生动物定出现。陈彦甫也对比赛内底出现山野印象真深。出动了大概有200位保育区的军人保护我们。第2天的时候，甚至有看到3只的狮子在离我们大概没有很远。
昨天在进终点前的时候，还有野生的长颈鹿从我面前跑过去，这些画面让我其实都很震惊。训练有素体能甲意志力，找到最终冲刺阶段单眼坡提国旗冲向终点线，以21小时18分得到冠军。伊拍算19回来台湾了后，继续自我的训练，规划明年初参加长进型的极地耐力挑战赛。记者综合报道。来自北欧的 Viking 是较早一出叫做《北海小英雄》漫改原型。最近的冰教会之歌一寡戏剧嘛，拢以这古早的 Viking 城堡来做场景，写袂少观众去丹麦的西兰岛，咱嘛做伙来看卖。伫无人机所翕的画面，会当看到这个古城堡的围帖，外形是正圆形，对四个城门入去城堡内面，落入起来角度是90度。城内画做4个部分，完全拢对称。这种特别的设计，也正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2023年，甲丹麦境内5个这种异形城堡列做世界遗产的主要原因。There's a lot of round fortresses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s none like the 5 that has been discovered in Denmark, which are completely symmetrical, as you can see there. 这款造型正特别的城堡，起源自公元第10世纪。迄当阵北欧也未形成现代国家，而是一种散散的部落联盟。自从第8到第11世纪，才大幅度向外扩张。历史上该叫做维京时代。这款来自北欧结合着探险家、海贼，一个战士的族群，一般统称叫做维京人。公元980年，就以荷人叫做哈拉尔1世国王统治即卖丹麦甲挪威，伊下令建造这种异形的城堡。伫咧丹麦西南岛上的这座，迄当阵是以运河加达贝尔特海峡连接，顶有是控制波罗的海到北大西洋的出海口，建筑价值正悬。It's just wonderful to be here and think that people have been living and fighting and working here for so many years. In our area in Norway, there is a lot of Viking history, and we have never been here to Trelleborg before, so we decided to stop here and have a look. 根据古迹管理单位估计，在过去10年之间，因为特雷勒堡异形城堡的重建，到当地访问的外来观光客，自每年29000人增加到75000人。其中2023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游客人数增加幅度到65%，这就是美国的冰加会之歌权力游戏，一个加拿大维京人传奇这个电视影集。所描述的维京文化并无啥精准，不过也互这款维京时代威力的人气加称正悬。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在意大利半岛的西部有一条古早的步道叫做众神之路，是传说的希腊众神为着要救英雄尤利西斯行过的步道。有人讲这是一世人一定爱去行一抓的所在。行石腿登一弯，就看到美丽纳色的蒂勒尼安海景。意大利半岛西部伫阿马菲甲索伦托之间有一条古老的步道，短短5公里，有几啊百年历史的记忆。这条古道有一个美丽名字——众神之路。起源伫荷马史书《奥德赛》传说当中，希腊众神为拯救尤利西斯免受海妖怪声的威胁，破开阿马菲山丘，留来这条痕迹。L'elemento principale sia questo paesaggio della costiera che si spinge verso Capri, verso i faraglioni, verso il mare, il cielo che si confonde con il mare. E diciamo che questo è il tratto principale del Sentiero degli Dei. 众神之路比海平面悬630公尺，路是真歹行。过去是放羊的人甲农民通行便道，即马来往这是真侪游客。众神之路已经是全球出名的观光步道，互真侪旅游网站甲册列为这一世人一定爱去的景点。每年3到10月是举行大会，平均每天有数百游客来遮，为就是要看山海合璧、人神共存的传奇景观。I mean, we feel privileged to be here, I guess, to see this scenery. It's like a goddess. Really beautiful. It's amazing, yeah. It's breathtaking. Yeah, it'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we've seen.
众神之路的历史甲山林灵量，无论是在地人或者是游客，拢有真深的体验。行一摆古道，享受甲大自然合一的身心安宁。公司新闻张淑芬朋友。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